香港社保嘅門診對醫報銷係點樣規定嘅呢？有朋友張生向醫保部門反映，醫保轉診報銷費用一年額度只有800幾蚊。呢個額度係基於咩條例嚟設定嘅呢？而家嘅醫療動輒幾百上千蚊，呢個800蚊能夠做咩呢？我哋睇下官方係點樣回覆嘅。朋友張生提及嘅呢個報銷額度，實際上係我市普通門診保障其中嘅一部分。我哋東港嘅普通門診對醫報銷其實係包括4大部分嘅。第一部分就係醫院嘅門診，即係所謂嘅轉診，呢個的確係有限額嘅，一年嘅限額係987蚊，而金卡係相對多一啲，每年都會上調嘅。第二個咧就叫社區門診啦。喺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普通門診就診，唔單止報銷嘅比例係達到70以上，村野家庭更加係75%以上，而且唔單獨設置限額。之前有個視頻已經講到啦，以2024年度為例，城鄉居民連續參保繳費大於2年嘅，佢每年最高可報銷係51萬幾。職工醫保參保人連續參保繳費2年以上嘅，每年最高可以報銷75萬幾，呢個金額基本係用完嘅。第三，仲有一個門診嘅特定病組，亦即係特定門診啦。對於部分嘅慢性疾病，我哋東港市係有相應嘅蒙特病組目錄，患有目錄類嘅疾病嘅參保人申請蒙特對醫之後，報銷比例最高可以達到100%。年度最高支付限額最高係參照住院嚟享受嘅，大約係168萬。目前我市嘅蒙特病種嘅目錄類已經包含56個病種。第4大類咧係國家談判藥品單獨支付，係唔計入門診嘅限額嘅。目前我市已經有526種嘅藥品已納入單獨支付嘅清單，大部分嘅慢性病用藥囊括其中。參保人按照門診就診規定，發生單獨支付藥品費用嘅費用不計入門診限額，即只計入本人嘅基本險年度最高支付限額。